迄热期间，真侪民众会去到外县市佚佗，不过有民众感觉讲，这台湾饭店伤过贵，而且品质无一定好。加上花莲大地震这开辟风台影响，去到花莲佚佗的民众只剩2成尔。针对着这部分的情形呢，这观光署有推出振兴花莲补助计划，提供民众9月到11月去住花莲的饭店，拢有1000块的补助。订房间的网站顶面满满的选择，不过每一间的介绍拢伫咧2000块以上。若是较高级的饭店，平均嘛拢爱1万块以上。根据观光署113年顶半年的统计，台湾平均的房价是2885块，比去年2956块搁较减71块。虽然有较减，不过真侪民众拢感觉减无济，无啥物感觉。在台湾还不如去国外玩就好，因为房价其实是差不多的，2个人大概2600，性价比没有很高，因为里面的环境卫生打扫都没有打扫得很好，但是价钱又有点不符合。台湾饭店愈社贵松松，是个人甘愿出国佚佗的原因之一。佮加上花莲大地震佮开辟风台，去花莲佚佗的民众敢若剩2成。为着要推动花莲的观光，观光署推出补助计划，民众只要伫9月份至11月份去花莲住饭店，政府每个月拢会补助1000块。我是住花莲的，然后我明显感受到，就是我们每年寒暑假的观光地点人都会很多，然后今年就是越来越少，人潮下降。受到这个04、03的地震，还有台风，我们9月1号到11月30号，那每个月都可以使用一次，最多可以折抵新台币1000元。观光署表示，每一间业者的品质甲服务本地就无同，只要介绍伫合理的范围，政府就会尊重市场的机制。不过，政府会要求业者爱提升饭店甲旅社的品质。观光署嘛建议业者将旅游结合地方特色，增加个人旅游的意愿。记者伫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。